拍谁？哦。15，来630了，想看哦？来哦，1分钟哦，要结束了哦。来哦，爱心不要停。15了啦，干你娘！来拿走了，来拿走了，15了。干你娘嘞，没插进去，一个洞而已，哦，一个洞而已，没有插进去。来，帅打帅，湿了哈，哪里湿？哪里湿？没插进去，真的是，哈，怎么这样？没有插进去。直播界的盖伦啊，我跟您讲嘛，那个摕木薯刀的那个嘛，也干不赢我，因为我的剑比较帅，有没有？哎，这把剑30公斤，直播界的盖伦。对，来各位朋友，这支刀是我定做的呢。来各位朋友，为什么？来各位朋友，看好哦，看好它的图形。来，我刺什么？羊头，来，恶魔巴丰特，代表 ，OK 吗？哦，来，注意了，再一次，太累了，不行，这个要耗非常大的体力，而且那一把剑35公斤，不要动，就跳嘛，哦 ，OK 了，那再来，来了，我们废话不多说。帅要抽吗？抽7、8了，干你娘嘞！插进去又会怀孕，不要！而且你们都有内射，要戴套啊！凯哥礼拜2的单到现在还没收到，正常吗？怎么可能正常？干你娘！4帮的单给我看一下，来4帮你私讯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注意，有点中二呀！干你娘！再给我讲，来武士刀拿过来。太中二是不是？来，我们再一次，我们再一次，来，想要再看一次的打再一次，我不认输，我要看到你们觉得帅才会打帅，我要看到你们打帅我才会安心，好不好？来打帅，来想看再一次的打再一次。我的加9武士刀要来了，而且我的武士刀不是开玩笑的。来墨镜，来注意了，再一次是不是？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，最后一次了啊！帅吗？
to DJ Sam Feet Mr. Time to with Thunder. 不好写啊！好。好，不要玩了啦！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好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啊，以前拢是安尼直播的啊，之前的直播较好耍啊，即摆直播无好耍的啊。你未满18岁，搞屁事的啊！干你娘！有没有觉得我腰力特别好？有答有。啊，有没有发现我腰力特别好？有答有啊。来了，注意了，好，好来了，注意了，不玩了，好来，我们先出个几标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先出个几标，啊，来注意哦。来，派克菲利普，好不好？因为现在深夜了，阿凯等一下想要早一点下班了，我就忝的，我想要早一点回家休息，好不好？不要截图了，干你娘嘞！你不要截图啦！哎呀，真的是害我有点害羞了。哦，时间管理大师，嘿是罗志祥，我那是时间管理大师哦。真的是让人很头痛。为什么肖奈？那就是因为你们没有阿凯这么会空干呢，对不对？哦，你们没有阿凯这么会空干呐。你们如果跟阿凯一样这么会空干 ，OK 啊，你们也可以每个都当时间管理大师。